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0，诗篇149篇50安尼讲：愿圣的子民，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，愿因规暝出欢喜的声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智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恩典、怜悯、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愿感谢你，赏赐一切丰盛予阮。也互阮伫逐样的困境中，有你的同在甲平安。主啊，愿要全然将家己交托予你，相信你对阮的性命有上好的计划甲安排，因为阮的生命甲气势拢在伫你。主啊，你有无比的荣光，也有无尽的疼痛，求你予阮有对你来的平安甲欢喜，愿阮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，愿要规暝来向你出欢喜的声，来学乐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